如果你唔係太有錢啦，又或者你係一個比較基層嘅市民啊，你活喺香港，其實你係享受唔到任何生活質素。香港人喜歡上嚟內地去消費啦，特別喺大灣區消費啦。除咗啲嘢平之外咧，佢哋揾到一個地方俾佢哋去 relax 啊，即係放鬆落嚟啊。喺香港其實嗰個環境咧，即係總之你返到香港咧，你就會行路都會比較急促啲。我覺得係嗰個整體個氛圍啦。你見到身邊好多人都係行得好快，佢哋講嘢快啦，做所有嘢都係比較要有效率嘅，要非常之急促嘅。呢啲就會令到我哋喺香港其實係好難放鬆落嚟嘅。咁你返到嚟，你除咗買嘢食嘢、消費享樂都平之外，你仲可以享受到一種慢落嚟嘅感覺。我覺得呢個先係解釋咗點解香港人鍾意返內地去消費，即係佢哋要對沖掉香港嗰種哇日日都好似打仗嘅感覺嘛。我身邊仲有好多朋友未返過嚟內地嘅，佢哋對於內地嘅印象仲維持喺70、80年代嗰種好落後啊、好污糟啊、好唔文明嘅感覺。可能佢哋身邊啲人都係咁樣諗啦，亦都係冇返過嚟啦，所以佢哋唔會知道而家內地係有幾咁先進啦，嗰個綠化環境有幾咁好啦，個衛生情況，即係例如係呢啲新開發嘅旅遊區啊，或者係一啲購物點啦，同香港嘅頂級嘅打卡點咧係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人都係鍾意一啲舒適嘅生活啦，都係追求越嚟越好啦個生活素質，所以佢哋喺香港揾唔到呢種生活素質，揾唔到呢種感覺，佢哋就唯有上嚟內地去揾咯。咁1至5死慳死抵喺香港食2餸飯，星期5晚過嚟，星期6日幾乎有2日半時間喺度買返個感覺，買返一種比較高質素嘅感覺。既然香港俾唔到一種高質素嘅感覺，我哋既然香港你使出去嘅錢好似只可以生存到，咁佢哋就返嚟內地去買一種佢哋覺得心目中比較嚮往嘅美食啦、生活啦，所有感覺俾佢哋都係良好嘅，都係非常之感覺寫意嘅呢種咁樣嘅體驗，就令到越嚟越多香港人假期都唔想留喺香港。香港其實係一個揾錢嘅地方，係一個可以俾你好靈活地調配你資金嘅地方，去將你嘅資金佈局全球，去做全球唔同地方嘅投資，去將你嘅資產配置喺香港，咁你就可以享受到世界各地唔同嘅投資回報。如果你唔係太有錢啦，又或者你係一個比較基層嘅市民啊，你活喺香港，其實你係享受唔到任何生活質素。直接啲講，你喺香港就係生存咯，但係你話生活真係好有 style 咁樣去生活咧，咁就冇乜㗎啦。大灣區與香港越嚟越融合，深圳與香港